我相信大家都係知道老年化其實都係一個好迫切嘅問題，因為2023年嘅資料咧，其實我長者已經係去到170萬，咁係都迫在眉睫。而喺2022到23年咧，其實74% 嘅老人家咧都係有慢性病。咁所以喺呢一度嘅時候，其實我哋應該要分開兩個情況去考慮啦，就係我哋照顧長者同埋銀髮經濟係兩件事情嚟。咁照顧長者其實我都知道，而家其實香港嘅安老服務其實都幾嚴峻。咁所以咧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，推動社區同埋家居照顧咧，其實係一個大方向，我亦都覺得應該係需要做多啲。尤其是係即係護理同埋一啲職業治療，佢哋都可以幫到一啲即係 friendly 即係嘅情況，令到長者可以安心喺屋企安全地去做呢個護理。咁另外就係關於呢個銀髮經濟嗰度咧，其實我覺得咧好多時候咧，大家有一個睇法，其實呢個係好好嘅一個市場可以做，但係其實我哋去同老人家做服務也好，或者係做經濟都好咧，其實我哋往往咧都係要清楚一個尊重嘅情況，而即係有陣時唔係解決一啲長者嘅問題，而係基於一個尊重。咁所以喺呢一度嘅時候咧，喺推動呢個銀髮經濟或者係一啲即係長者嘅生活質素嗰度咧，喺呢方面咧，可能喺政府嘅政策或者喺一啲公司嘅角度咧，可能會有啲唔同。咁另外咧就係再講翻有啲嘅高科技，例如話係一啲即係高端醫療或者係唔係高端遠端醫療，即係啲 tele 即係 health 咧，嗰啲都可以幫到咧。係更加好 monitor 或者係去睇翻咧老人家一啲嘅生活健康嘅需要。咁喺呢一度嘅時候咧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大灣區嘅合作。咁大灣區合作有陣時我哋都冇辦法，即係香港嘅成本比較高嘅時候咧，有陣時可能喺醫療或者人才方面咧，亦都可以喺呢一度咧做一個推進。推進嘅意思就係希望可以，其實而家政府亦都係做緊呢一個嘅政策。去令到一啲長者可以係好舒適咁係做一啲即係安老嘅生活，咁所以夾埋咧，我覺得咧都可以令到長者嘅健康或者係質素咧係可以提升。多謝。